家長成日都問喎，小朋友係咪可以唔爬㗎？我可以話俾你知道，唔爬咧對小朋友身體咧唔一定咧構成嚴重嘅問題，但係爬行咧對小朋友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嚟㗎。有研究指出咧，爬行較少嘅小朋友，一般咧佢嘅腰部、膊頭嘅肌肉啦，佢嘅穩定性咧都比較弱嘅，影響佢哋嘅專注同埋佢嘅動作嘅穩定性。因為咧爬行牽涉咗身體多個部分嘅肌肉，包括頭頸要有力啦、核心肌肉、四肢、盤骨嘅力量等等。同時，小朋友可以透過爬行練習到平衡嘅能力、空間嘅距離感，幫助兩邊大腦嘅整合，提升兩邊腦部嘅聯繫同埋協調，思考都敏捷啲㗎。亦可以幫助建立到視覺嘅追蹤、立體空間感同埋專注學習嘅能力。亦有家長會問：BB 點解唔爬㗎？頭先提過啦，爬行牽涉咗好多種唔同嘅肌肉協調同埋力量，有機會咧係 BB 一啲肌肉嘅建立得未夠結實喎，唔夠力支撐自己，所以我哋先要咧針對翻咧究竟邊一 part 唔夠力，又或者咧係邊一 part 協調得未夠好，家長可以同 BB 做多啲4點跪啦、BB 版嘅 push up、sit up，幫助佢哋嘅肌肉發展，準備爬行。